我們生活中遭遇痛苦、失敗、挫折或苦難時，我們常常認為這些事情本質上是壞的。有些人試圖用藥物或酒精麻痹自己的心，有些人則假裝積極，忽視現實。但痛苦有時就像警鐘，喚醒我們。癌症診斷、失業或關係的結束，這些痛苦迫使我們面對自己，反思人生，尋找更深的意義。在撒母耳記下24:10-17中，大衛因擅自統計以色列人口而做出錯誤選擇，意識到自己的罪後，他悔改並尋求神的寬恕。神通過先知加得給大衛3個懲罰選項：7年饑荒、3個月逃亡敵人追殺，或3天瘟疫。大衛信靠神的憐憫而非人的手，選擇瘟疫。結果，一場大瘟疫席捲以色列，奪去7萬人的生命。當災難波及耶路撒冷時，神命令瘟疫停止，饒恕了這座城。看到人民的苦難，大衛呼喊：是我犯了罪，這些人做了雜麼？請懲罰我和我的家族。他深深悔改並向神懇求。在這段經文中，痛苦不僅是懲罰，它成為喚醒大衛認罪並回歸神的工具。痛苦有時是我們投入神懷抱的途徑，正如大衛的罪給人民帶來苦難，我們的罪也為這個世界增添了痛苦。然而，耶穌來了，承擔了我們所有的罪和苦難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穌忍受了最大的痛苦，但那痛苦成為救贖人類的愛的渠道。這是痛苦的悖論，最大的苦難帶來了最大的救贖。耶穌的十字架是神的公義與慈愛交匯之處，他了解我們的痛苦，安慰我們，醫治我們的傷口。在基督裡，我們能以新的眼光看待痛苦。痛苦不再是詛咒或災難，而是神使我們更堅強、更深刻的途徑。因為耶穌的十字架，我們從罪的重擔中得釋放，即便在苦難中也能找到希望。痛苦不會摧毀我們，在神的手中，它成為讓我們更堅強、更成熟的機會。當我們信靠神使萬事互相效力的能力，我們就能在任何痛苦中找到平安。如果你現在正處於痛苦中，請仰望耶穌，他知道你的苦難，並與你同在。痛苦不是終點，在神的手中，他是通往新開始的門。今天信靠他的愛與能力，邁出一步，